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喜来，我阿明姑刘浩明。你今日也上到来宾係來自我哋美濃嘅林義儀先生。而呢個特別一般我哋傳統嘅皮洋戲轉成自洋戲，唔單止俾我哋嘅世人呢可以接觸到我哋傳統嘅藝術，同時亦嘛幫我哋客家文化，還有我哋客家話結合到聽我哋自洋戲裏邊，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我哋林義儀先生嚟現場。先生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美濃妹，美濃華書下嘅李義儀。義儀先生，今日歡迎來到我哋福喜來，因為其實他們嘅聲音好多地方也真係純正嘅行音啊，因為唔單止講發音過準，同時都像嗰種萬世人哋講朗讀比賽出來，叫聲音啦、音調啦嗰種同時，但是我哋想講發音講，咦，前上頭都有講，這個係華書下，怎麼可能係小雞這個咯？我其實前後同大家人講，我係華書下人，所以嘛嘅喏，第一個就講啊，因為也係唔係佢時行嘅華書下幾首歌曲，唔係大家都聽得到咩嗬，所以我係講我係華書下人，大家就講嗰啲片咯，係就上嘅門藝華書下，希望嘅東西咯。係我一直覺得講華書下都講一般嘅有花的開花的樹，可是華書下嘅題名啊，係。就因為我哋嗰條遠安路就係美濃嘅最老嘅老路嘛，永安老街係嗰條路我哋華書下就提上莊嘅，拄好準備一隻中莊嘅集團，所以我韓式就係提華書下出世提嘅大嘅四阿妹嘢。嗰種其實華書下係一個題名，係從幾首歌曲以前講到咩可能講到頭擺有一條貴獎嘅書誒，伊個花明擺就開一等獎，係本人感受到就講佢感通佢特別嘅地方。唔過老實講對我韓式我嘛見問過，中文嘅一個地方愛用到華書下。嗰時就拄好過特別係我阿公過下種南華，反正我見每日講法會出現美濃腔，我用我嘅美濃腔我走出來，係種過到南華，而個南華未捌開發嘅時節咯，我阿公就會對伊個南華人地杯通法，看下我哋陸下嘅劇堂行，迎客堂行掛起來，我就翻到我阿公種嘅南華cái phá多嘛個長途遠嚟吹，有時就可以吹到天嚟下呢。所以我看個花種很正很特別，所以我就認為講，係可能怕因為我哋陸下有很多嘅南華，又有可能嘛幾多年有種，所以大家同樣嘅按到華書，佢就細年嚟嘅係個天真。我因為講其實我哋成班地輩常常我看到嗰種佢貼片尤其對細年來講我哋看到按太爬書嘅按多嘅花，實在是佢冇簡單嘅一個事情。不是我自然我認為講我這個真正都出色嘅地方。太嘅地方真係團員都冇強咯。但是講到美濃其實我認識幾多美濃嘅朋友，佢哋對美濃嘅嗰種感情實在又濃又濃呢。唔知咁我認為講都有乜嘅原因會變成對美濃嘅來路對美濃出世嘅人都會真係會心心念念都想到有一日要歸去美濃。其實我自己嘅感受應該對幾多客人。因為對幾多客人嚟講吧，伊就離開自家嘅故鄉嘛出外去打拼啦，石頭路。不過不管伊係提國內也係提國外我就發現到伊能嗰種不時會去念到，自家嘅家鄉。有時節有限嘅有方便，可能當就一天會歸來美濃一轉。可能睇人啥冇錯嘢啦不過還是會歸來去看一下伊頭擺喺啲路喎。係嘛，也係伊嘅朋友，也係講情況那是台灣韓式行過嘅路，叫做方方都得行彩嘛，就會有嗰種感受，我想一種嗰種落一歸境嗰種心，應該幾多人都有啦。從唔來講嘅話，像你即個咪應該讀書係都開始喺外面工作嘅嘛，係啊，但幾時你即個會常常上到美濃？
我讲啊，我不是我想到嘛。老实讲，我其實冇脱離我路卡呢，我想出去讀書嘅，我即家嘅爺外啦，阿公阿媽全部喺路卡，所以2年嘅有限，我其實一定會歸來。係啊，嗰時就讀師專啦，個冇辦法，因為我嗰種畢業，個向我考到新竹師專，我就被迫去讀書嘅。啊，跟2年我一定會歸來。cái phô trà chém áo đó thì muốn không ó, hệ ngày sống thằng ai quỷ lại, hệ. 2年就會過來。一天ngày幾乎2年會歸來，啊後來就咁冇閒嘅，啊ngày就拄好，ngày即個新竹師專有朋友，路卡喺呢啲活動，ngày要變啦鬼路卡，係啊畢業過後ngày就先我哋高雄演啦，嗰時高雄演，ngày就第一次演ngày就先我哋高雄啊。就八歸高雄，啊，唔過冇歸米農，因為嗰時節吼，你看米農吼，米農都鎮，嗰時叫做米農鎮，所以對一個高雄來講哦，一個米農鎮係一個大嘅鄉鎮，啊，有幾多個人其實嘛，一次就睇米農搞嘅，因為冇交通，所以我哋其實個後生批歸來冇乜個機會入到米農。所以我就提嘅外圍走來走去，係。啊，唔過我就到，係，伊咧點來點去，唔過我就到也有嘅好處啦，就去見識一下老輩嘅世界，了解無窮嘅人事物，咩鬼好。有人會講啊，嗰種講你翻，唔知我幹嘅時間唔可以新竹了啦、台北了啦，吼，但是還是新鮮咁樣，還是貴啲吼。錯，其實我出去了啦，從嗰時我老妹去台北。啊！我2年下擺為台北簽約，啊2姊妹就喺台北市點來點去行來行去，係唔過講到一個行嘅，直到一個本來佢詞咪感觸就係，我揀去到台北簽我老妹哦，一看到伊我就2姊妹就全部用客話，用米農腔，嗰時我有啲感通咧，我就到哎呦，聽過一條一個地方，睇緊人講法語咩嗬？誒，我2姊妹用客話聽下講法，本來叫做。江蘇嗰沙皮咁樣，我有嗰種江蘇哦，嚇。其實我感覺到講，其實應該講，其實唔好感覺到講下發係個減少嘅事情。唔會呢。係我感覺到講，我哋即係講嗰啲偏言堂唔識法，係因為嗰時有時間，譬如講我同姐姐啦，吼，因為我姐姐後來睇本睇美國嘛，我哋睇美國，2年睇美國嗰陣，我哋去美國了，嘛喺度講下法。廣東人我哋話有一擺哦，睇啲超級市場 supermarket， 2年都我媽媽啦，我即係啲講客話啦，你講，結果有啲人哦對嘅一啲我哋講買貨嘅價地位，佢哋放呢啲東西出來，你哋看下嚟，你對嘅貨架地位對面嘅貨架，看下嚟係乜嘢？然後我哋看到迄個東方人，像我可能你講馬鐵太上嚟，炒多嘢，伊都人講哪年啊？哦，係啊，伊都我都講。女僕誒，你講我係馬戲咧，結果睇女僕誒吼冇讀過，睇美國因為客話想讀，其實嗰我都感覺到其實睇啲我哋講外向來講嘅話吼，就係講即個母語嚟件事情。我哋做起唔好感覺幾百聲，我感覺到講哦，也係我哋能可以講用，幾親切咯。嗰度悄悄話，讓人即個講。係啊，幾年咧，係啊。係啊，我唔錯。佢講到前面嘅主題哦，因為我哋前面講係自然戲嘛，但是講到自然戲一件事情，一定回到以前來傳統嘅皮洋戲。當初先生係點樣去接觸到皮洋戲啊？接觸到皮洋嗬，有個事情就講啊，看到有個東西，唔會想去了解，想去做。啊，做乜嘅我會對一個有上嘅特別去注意，就係因為我自己本身學藝術咧，我學美術啦。不過一次，我其實對藝術治療一件事情有幾次嘅嗰種想法，因為我自己對我嘅人生嗬，我會認為講我學很多東西，做很多事情。啊，其實唔係講我想去成就我自己有乜嘅用嚟嘅能力。我會見面咧就講，到底我見做一件事情對他人有幫助冇？啊，因為我係先生，所以我就會問，我用嚟幫我哋學生嘅，係新人嘅成長嘅過程地位有幫助，所以我就見面啊，因為我自己本身學藝術嘅東西，所以對表演一件事情我會特別去注意。就一擺就看到，哎呦！有一個自然戲，伊其實係做嘅自然戲人工嘅一個欣賞嘅練習啦。我就想講，對一個
地方来，我来先了解一下，所以我就报名去到冈山的文化中心参加一个教师嘅滋养迄个人工嘅制作嘅一个研习。摕一个制作嘅歌唱底杯，开始本来就建做。見嗰度咁出名嚇，就見面上可以做嘛嘅做嘛嘅，係當然做嘅歌唱地杯，也有嗰度感通同感觸啦嚇，包括當時係皮樣哦，而做對先生嚟講，而教人哋做嘅係皮樣嘅人工嘅，唔過做嘅歌唱地杯，我就會見面到一本聲音嚟嘅話，可能一貴量，會問過有件事情，所以我會轉問。可是其實對於啲皮樣顏色地杯，其實先生其實你想到講，佢仲可以用一個簡單方便嘅方法，用紙來做嘛，其實可以推廣嗰度。可是一啲顏色地杯，我哋嘅李先生，伊慢慢地想到講，用去把一種顏色的一個顯色，可以去同我哋嘅聲音咧，去教文聲音嘅同時，表聲音可以接觸。首先下我喺呢節目，我哋話嗰度嗰精彩故事哦。是tango夢，發樹下開到黏黏嘅花。哎呦，哎呦，這條腳痛哦！哎呦，行路冇認真吼。就會按你啦，快些哦，按下你咯，好，大家記得咯，行路要認真行吼，係冇唔低頭就彎到誒。大家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哦，我係美濃法樹下嘅李妮依妮妮，今日啦，真歡喜哦，來到一個地方呢，我來同大家呢小解認識一下。馬嘅很多滋養戲哈，今日呢真是咯，難得向我過緊張過嘅實彎到嘅啦，好，大家呢等下天天嚟聽我講哦，咱來了。翻過來復起來嘅，一檔節目一開始，觀眾朋友看到係來自我哋美濃嘅李妮依先生帶來嘅滋養戲。我就想問一下先生，因為頭先我哋看到嘅滋養戲地位後，我都發現到個其實因為動作內容來講，同人的皮樣戲看好了真是冇差，好，但是至少看好了，而係的佢有一種佢簡單的方式可以去呈現到人家嘅故事內容嘅一個可能說技術啦，哈。可是當初看到皮樣戲，做乜我想到講，係咪可以改良成滋養戲咯？講到一個哈，就真是因為皮樣哈，我哋談名詞就啲啊，伊就用皮去做嘅。當初我哋去上課嘅時間哈，伊用嘅係牛皮，伊個牛皮哈，伊帶來嘅時間係走嘅哦。今日下我準備要來割嘅人工嘅時間，要先浸水。啲嘅皮嘅東西哈，伊浸過水過後，嗰種肉嗰種香香嘅味氣就會走出來。係根冇辦法，因為有水嘛哈，人講東西冇係嚟唔係像安尼，就會失敗嗰種味氣。因為浸嘅個肉呢。就開始本人開始要來做一個人工嘅嘛，做一個人工嘅，因為皮嘅東西夠硬，所以要用雕刻嚟嘅刀嘅，所以就拿個專業嘅雕刻刀嘅，個錘嘅，用敲起嚟，像我哋一種樹骨吞嘅人，下邊唔低頭敲，唔多可以敲到出間呢，樹係就會敲到，真係就係一歌唱地方我出間，因為我本身實在。所以對一個肉嘅東西，我會知道有失敗嗰種，佢唔判得啦，因為就天然嘅神風用嘅，睇通過啲爽嚟烤，係我這個甘肅就會一晚嚟檢下別見戲，所以我兩方面啦，一個就因為那是糟蹋通不用嘅，第二個就係我知道門向性嘅問題，所以我就會面到咁有個東西，假使講我係來到我哋教學生人嚟嘅現場。係咪我哋可以專門用個簡單個安全嘅方式來做？係我就要面對一個
东西。对推广来讲嘅话，其实个门槛个高啦吼。但是有一件事情啊，我感觉到quite神奇个，因为头头有现在有讲，其实你这个对艺术治疗一件事情，哈，用艺术可以去改变一些人的事情一件事情，咁都有兴趣。咁你咪讲嘅自然系当初，你希望讲透过自然系也为一点艺术的一个形式，你就想要传达嘛个喏？自然系吼，係我想要做藝術治療嘅一件事情嘅其中一項啦，因為伊就係表演。表演我其實就像人講嘅，我根本係一個表演者。其實我有所謂的角色扮演，有冇？我根本就要融入到一個角色裏邊，我就變做伊。嗰時就可能因為一個角色嘅設定，可能不能去看到。過去可能唔啲嘅東西，也係佢邊一條嗰層地方嘅唔設架，內心嘅東西會表達出來。再來聽人嘅都講啊，我哋一般嗬，尤其係上下嘅聲音咧，個美秀，你細細咩嗬個美秀，所以我講一會行出嚟表演，問大家可能個塊聲咧講起來咧，係唔敢。我就發現到加加入嘅東西，我哋聲音係音樂嘅後背嘛嗬。伊就冇人看到，伊就個太淡嘅，係冇啊！再來就因為伊要加入嘅講法，要增加伊同人講法對話嘅嗰種機會。嚇，因為一個場地邊，人哋可能睇嘅先生，人哋要先寫劇本，別人去做對話，伊對一個劇本嘅對話，天天嚟其實伊會學到一種用嚟同人講話嘅一種方式，叫為伊個詞言，一個就變咗伊生活當中可以用到嘅東西。一個其實我哋可以講是比較潛移默化啦，以前幹嘛唔啲，係講數唔多，唔講唔就發現到你咧改變，就按嚟聽聽咧，係就發現到聲音那邊個太淡咧，係當然啦，加入嘅表演啊、比賽出去咪嗬，本人哋嘅聲音啊嗬，去外頭咪嗬，睇啥？冇看過太傻歐式誒，冇見過太世面嘅有冇？聲音咧嚇，有一個機會，出去走進大觀園啦嚇，對，來看世界啊，這個幾好。對，如果利用一種算是表演嘅形式，嚇，用聲音嚟去學習到一般人際關係，冇講我哋去學人情進退地方，我哋可能會用到嘅一些事情，嚇，有啲聲音真是嗰種自己可以去按嚟練習，冇辦法。但是用伊啲表演，嚇，伊嘛唔單止學到用嚟聽人講話，同時因為表演一件事情，我表現過有自信，同時帶出去比賽，看到他嘅人，看下嚟比賽哦，感覺到幾神奇，但是佢特別嚟講，唔當初我想要把學法一件事情。但你也自然喺裏邊。一個吼，真是我嘛這個鬼貼片啦吼，因為我初下接觸帶新人出去嘅時候，我用國語翻譯嘛吼，出去表演過後就發現到，岡山地區嘅學校，伊哋嘅聲音係用河洛話。好，當然因為一種皮洋戲、自然戲吼，伊呀我哋高雄市嘅。嗰時用到高雄人啊，好大本營、太本營係岡山哦，好彌陀啦，係橋頭啦，一度都係嗰度自然戲、皮洋戲嘅嗰傳統嘅師傅全部戲團體在比較嘅，所以伊哋已經發展幾久嘅，只有嗰種傳統下來，伊哋聽錯係用河洛話嘅，伊哋加安尼嘅表演過後，我就發現到，哎呦，我看到冇同樣嘅東西，唔可以用。表現出唔是個載體本土嘅東西，佢本來看到唔能夠語言嘅東西，佢神奇啊，佢小可啊，咁我哋係咪用我哋自家嘅學法，咪叫我可以做一件事情？韓國呢，咪加安尼嘅機會，幫我哋聲音嚟揚出講學法嘅機會，我就一生好好嚟做一件事情。根本呢，一開始我想做事情，看一開始對翻譯轉學法嘅時間。線上又跟，譬如講，學生啊，有辦法接觸到。因為等於講，因為劇本全部一改呢，對話嘅就全部一改。其實嗬，劇本嘅轉換，對我哋自己本身嚟講，一個成長哦。因為我哋雖然從細睇闽南台，學法老師講韓式溜溜滾啊嗬，因為就講客咩。
不过迄个他也特殊，俺就地，虽然入到学校地步，全部几人唔会讲客嘅啊。嘿，法语取代了嘛，加上俺哋特殊课本啊、线上教嘅，全部用法语嘛哈，啊，出去同人互通全部法语。참자는俺哋洗脑呀，俺哋咧语法、讲法一定对法语开始，所以一个时间啊，嚟在那边合法嘅时间，俺哋提嘅关卡就会用对法语开始嚟做转弯，俺先用法语嚟问。来本身也做那个对法，下后诶，我开始用转那边合法，系一个係我哋題譜，唔過因為按你嘅轉彎，開始本來自己洋錯哦，我自己嘅頭腦地杯，出現我哋行業嘅情景咧，老輩可能出現唔潛到可以同講法嘅人，唔怕，我自己還可以跟我自己講法，我知道幾好，因為我頭腦地杯就見明。係如果講乜嘅，如果講乜嘅，啊而講嘅時候如果有乜嘅反應，啊我用客家用嚟演，所以你看咯，後邊講一講啊沒有，用人哋客家嘅傳統嘅，係嗰種語氣語調要出來嘅，係啊，哎真哦，鬼痛哦，喊你啦，你看有個就鬼經典嘅人哋自家嘅，係客家嘅語詞彙都出來嘅。咁途中我哋又講到講，其實屬於像個口頭啦、江山，然後幾個本地路，我哋用培養起太不一樣。啊，一定即個學校做起，可能如果用我哋譬如中國歷史上面傳統嘅故事啊，冇如何用嚟採題嘅故事，佢更加我哋用客語嚟做個時間。我用闽南本地嘅故事，還是用我哋客家語這個故事啊？一個真是幾好嘅問題哈。從培養起吼做起，其實伊就係中國嘅嗰種傳統嘅故事，所以頭都有講到，專門嘅培養吼，伊其實可以重複應用，因為伊嘅表演咧起出就同樣嘅東西，跟表演，所以伊嘅做人工咧要用幾久。啊，其一項人哋自家推廣去學校地位吼，老實講人哋每一擺出來嘅劇本全部冇共樣，係唔會有共樣嘅，所以人哋東西全部重新做過，嚇。所以也下人一開始嘅時間咯，初下我就會面到講就對於人生嘅生活當中可能會用到嘅對話情景嚟做，參嘅對看到伊人做嘅方式過後，人哋可以按筆筆咯，按你嚟寫，我就想講其實人哋可以潛故事。一開始我嘅時間咱貴啊都未咯，對人哋採題嘅故事其實流傳嘅故事唔係幾熟啦，唔係幾啲，我就會潛嘅繪本。嗰度繪本故事，今日下面講故事本生日堂咩嗬，啊生日過下堂就繪本故事啦。啊一下繪本係像畫嘅圖咩嗬，我見變啦會同嘅人咧，跟有好像人咧，尤其想到嗰四個生日咧，伊一定幾好，所以我就去潛嗰度繪本嚟個專門變啦一個對話，別人去做表演，三十四組嘅故事啦，嗬，像一種係就別人做，做咗過後，因為睇面容嘅時間久嘅，我就參咪接觸到，開始我哋載體嘅故事，就會太緊要會提供出來，我自己也會想到，咁安尼我係可以表現我哋其他東西，唔係一之後，雖然你加入嘅表現去認識自家家鄉嘅東西，啊表現本太緊要個，太緊要認識我哋其他東西，真是幾等陣。我唔錯係啊，嗰種唔單止講伊啲字樣戲，伊可以幫我哋嘅聲音嚟可以去練習，同時伊嘛可以去練習喺途中地位認識幾多故鄉嘅東西。休息下我下個節目為嗰度嗰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來自闽南嘅語先生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分享講，伊係讓我去推動，也要滋養劇，來到我哋咧教養地位，同時幫我哋客話教入去。我想問一下，因為其實途中以前有講到講，譬如講我哋訓練學生嘅去練習嘛，嗬。但是從一種比賽來講嘅話，從一個滋養劇，而係要比賽一種形式係樣嘅呀。伊個比賽嘅形式嗬，因為伊係講樣。所以伊原則上咧，我哋就一定會有個睇嘅戲台、舞台。好，頭當我哋其實看到我哋教了有冇？佢係簡易版的，我用紙上去做嘅，細細嘅，好，睇緊要隨時可以做嘅。啊，而真實咧一個比賽嘅戲台嚇，而個台啊頭前就我哋也後背表演嘅地方，一個天火嚇，天橋嘅記下嘅，啊，我指錯冇同樣嘅。
食神嘅時，你就用毛孔用食神嘅天球嘅，抗體嘅啊，唔係可以溫切溫毛孔用嘅天球嘅出來，係按嚟去表現去表現出伊嘅毛體龜體素嘅嗰種氛圍啦，係啊，也就按嚟就睇後背開始超學，係做樣嘅啊，其實嗬，老實講頭前人看表演嘛嗬，後背人嗬。你就看一鬧熱人點喎，因為其他人睇後背，有啲講法就是以為過來，過來以為過去，兩人一彎，其實後背一定精彩哦，鬼神奇啊，鬼鬧熱啦，鬼鬧熱啦，鬼無限，真是無限。但是問題係像按你比賽來講嘅嘛，唔係差唔多一到年輕人可以來上夜課，冇得講，就開始就可以接觸到訓練啊。初下我其實會對高年級的聲音先開始，後來聽我發現到可以再講下來一些，包括有啲3年生的聲音呢，伊嘛可以同我哋講下來做一件事情。所以原則上我嘅聲音呢，一般來講，伊差唔多有年段式啦，可以3、4年級呢就3、4年級的就一組，5、6年級的就一組，係按嚟來做一個表演。有時間後來你嘛可以再攞一下。可能有個聲音雖然中年級，不過表現唔會差，我拿來高年級一個，係來強下來表演。不過我哋頭都講，我哋個神奇係冇。其實我哋做一個自然戲嘅表演嚇，係一個咁危險嘅，就係天球嘅。睇下啲嘅奇怪樣嘅天球嘅嚇，以前是錯嘅叫嘅，要笑，鬼笑啊，係啊唔嘅。教嘅當中嗬，萬一唔到嗬，係我都翕安尼咧，係啊，係我翕水漂咧，係，所以我佢注意，唔過佢難念啊，有啲聲音就錄，唔過唔敢叫啊，係啊，睇嘢啥，老師講伊呢嗱，佢支持啦，所以講唔怕，唔喊伊把注意出好嘅，冇像講有啲可能有啲家長會佢緊張要嘛，要講用安尼我本來聲音嚟裝啊都安尼，唔過安尼同。也喺歌唱地方，我哋同家長嘅互動嘛做好來，本睇家己啊安尼嘅東西，想同我哋就會特別嚟同聲嚟交代，就講表演嗰時唔好吃苦吃腻，真是一個用心，一個注意，唔好去送人，係溫床嗰時唔好記得係人家嘅書一定要用咧，我哋睇操作有個人工嘅時嘛，佢神奇啊，我講聲音啊初下這操作從頭都有可能。人工一拿出嚟，你就發現到，竟然我對鐵當比下來嘅，唔係正常行出來呀。佢就人家人冇注意到，一拿到就出來嘅，就發現到，竟然我憑空而講係，再嚟講話講誒，人都見掉見當行，腳就冇得鐵呀，聽表起來咪講啊，過去咪像記得伊個講法，記唔得伊個人工嘅啲已經比上來嘅，所以我就要特別交代，你在操作嘅時候，記得一件事情，正常行路。再來行嘅時候，我記得人家腳一脫鐵，唔好俾比起來。係，其實一個注意嘅東西，地方一定多。係啊，因為我哋即個看戲嘅人會感覺到可能會奇妙啦，哈。但是真係後邊做戲嘅人，尤其係訓練嘅過程裏邊，真係注意嘅東西會幾多。幾多？係啊，咁問題係講，從伊啲比賽來講嘅話，伊差唔多長途一場嘅呀。我哋一般表演差唔多5分鐘邊咧，對，有啲戲劇可能過長，因為有時間唔嘅戲劇太長嘅，尤其聲音嘅表演咧，太長嘅，睇下可能會攰啊，再加上可能表演嘅對數幾多，有冇辦法本太多。冇錯，咁5分鐘嘅話，差唔多要花一長嘅時間嚟訓練啊。一長嘅時間哦。哇，有個其實對佢講，對啲新劇本開始，比如新劇本拿到嘅，我哋開始去訓練嘅，對佢講，我哋有啲目標，可能幾多年後路開始比賽，5分鐘嘅一啲戲劇，拿到新劇本，佢中間差唔多要花一段時間去準備啦，可以練習。我哋可能差唔多3年嘅時間，幫我哋做一個過長嘅練習同準備，因為唔像有個表演嘅東西、比賽嘅東西我一先看到穩，過去人家要幫我去做一件事情，係嘛？所以一穩過嚟就跟人講，某個時間我開始嘅，個時間其實唔可以過長，係，所以你就睇下時間之內我做。不過當時我哋因為岡山嘅文化中心，伊都係扶植嘛，伊希望有個培養戲、滋養戲可以推廣出去本大家認識，所以人家會講每個學校呢有上嘅人就可以申請。所以我哋會申請一個計劃，對我申請比通過過後，係多進來嘅，
哋就要有心理準備講啊，差唔多某個時節準備要來做比賽嘅，所以我就開始設定入邊我申請嘅一個案例，可能要有一道嘅戲出來，係呀戲出來，第一個就講我先寫劇本，劇本出來過後我就要簽人，係因為學生嘅唔係講我隨時可以練，我可能想辦法，以某個時間有限。生意咧唔係隨時有限嘅呢，有下生意一無限嘅啦。平常上課起嚟過後，人規下補習班下，乜嘅上乜嘅班係麼？還有一個才藝班啦。提學到地方冇乜嘅空檔時間啦，所以唯一可以用嘅呢就打造嘅晨光時間，係麼就當做係睡眠時間。係冇嘅話就會講啊，可能拜三嘅下晝頭，因為拜三係下晝頭係線上嘅進修嘅時間嘛，生意咧冇。我講按有時間，我哋假使講這是比賽嘅，我就同家長溝通，家我哋可以用一些伊哋拜三下晝嘅時間，深夜到咗來，我哋來練習嘛。因為我劇本寫好，我同深夜先說明，講別人啲，一個係乜嘅故事，伊講一個東西係乜嘅意思，我可能還會再用引導別人歸去有限嘅談。嘅用嚟講法係用嚟開嘴，因為咁我深夜講出來全部模擬堂嘅時代學法，係就按嚟練習。一個歌唱地方我就發現到，天天嚟連家長嘛彈得到咪嗬，因為規氣都會彈啊，伊就會練咪。有時就係深夜同佢講哦，先生係同講嘅老太嗬，從面寫成嘅櫃台上嚟見講哦。香港那個會寫嘅，媽媽講啊，我按神奇咯，平常唔講客話，有個時節講啊按台上嘅客話。老師講老人家會聽啊，係結出本係講到成功。唔像佢是表演也成功，你聽佢唱地步，你可以看得到係啊。其實係講法咪。係啊。但係你講其實香港人即個嘛有推廣啊，咧教師組的研習啦嗬。那我有想到講，伊把也要算是伊個成果一團形成一個教師組的研習。也個呢就會講啊，做一件事情絕對唔好單人去甲做，要團隊。團隊做，因為怕個長久，一個人做可惜哦，做兩下就唔想做嘅，因為對案例出來啊，寫係嘛教，再來呢就係歌唱地位，其實幾多事情唔就幫助咧，係按過都未行，唔要數面做成果，按一個人來做，包括我做自家做嘅人工嘅，係有時帶你生意咧，唔過生意按過因個數目按量發啦。所以嗰度東西係我哋做，做歌唱點樣我哋嘛見面，用嚟改良，用嚟改良會更好。歌唱點樣其實一定到嘅細頭去做，所以後來我就想講啊，其實我係咪可以嚟想一下我哋嘅先生？問啲啊，真是呢，就有先生同我講啊，我哋想我哋，冇講我哋又唔敢講話，我講啊講去，人哋以為人哋就講好啊，我哋嚟吃可那是。所以其實上面我哋有訪問到跟敏芳老師有冇總壇嘅時候退休嘅先生，其實伊喺總壇嘅時候，我哋出同事，伊嘅時來嘛，係就同我哋傾下想到嘅，我哋就傾下來做一件事情，當然我哋還有想到其他先生啦，先生傾下來做過後，大家可以工作可以把分攤出去，我一下無限嘅，伊哋就可以聽書繼續去練，唔係講一定要定係多長，係啊。總嚟講，我就發現到，要練習歌唱地位，睇人叫我講法嘛，佢小可啊，其實他以出係嗰種打嘴鼓嘅情景咩嗬，係咪講茶係鬼好難啊？係咪結實地對咩？講出一塊唔爭笨，哪個會笑？係一定神奇。係啊，嗰種睇人有睇人嘅一種小可，聲人有一種聲人嘅小可。佢像我們這個帶聲人嘅出去比賽很多班，而這個有印象規則嘅幾班？印象規則咩？印象規則呢，其實我知道。媽冇講啊，出去有乜個鬼貼片，因為出去我哋差唔多第一個生意安全的問題。當時未必出去我自個食材會做生意咧，當時可能我後頭，生意坐鐵當行，生意一炒嘅點哦，一炒當行唔會點哦，假如嚟講，你生意佢留個等下必須嚟講好嘛，係唔會一刻講全部省實都冇嘅，係到時乜嘅都記唔得咧，又係講生意講唔出來嘅，係總生意就鬼聽。出去嘅時係睇晒出通嘅咩？看時間伊能鬼聽啊！但伊能出去，我知道我感受到嘅，本身伊能感受到，伊我要機會出來行了嘅，看日嘅老輩時間嘅，
所以应该知道生意咧，其实本来感受到因的嘛，可以感通，可以听。啊，也歌唱地位其实我也有感受到讲啊，有的生意伊就开系讲乐师，可能弹琴，也其实冇办法照顾到因的呢。啊，有的生意就停落来去做，啊，如果他以后带停落来带个些咩，都按你歌唱地位，我就反到同生意感情会越来越好。我其实唔要拖时，我做主音嘛，啊，我因为带入嘅团队嘅关系，我同生意接触嘅时间变得quite长。啊，伊呢就我上心来啦，他摆拄到路卡问题，有事情心情唔好，会请来，嘿，啊，我呢就会向他聊，向他讲，也个就真正就太多爱讲嘅，艺术治疗唔单单可以比水歌唱，嘿，时代下因为安尼嘅关系，我呢互相相信嘛哈，信任，伊会愿意同来讲，伊个事情，啊，我呢可以向他来，嘿，推表迄伊个节。送起也嘅嘅。嗰個其實伊嘅滋養係伊唔單止可以把我哋咧先生同學生嘅關係幫向下，同時嘛可以把我哋客家文化同我哋客家話透過一種意識傳播我哋下一代。今日個感謝我哋嘅先生嚟到現場分享安精彩嘅故事。感謝我哋主持人，啊，佢感謝我哋所有嘅觀眾朋友哦。好，休息下，我哋聽我哋先生來傾下運動哦。我看福起來的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